来，无丢无丢。委员拢到。啊，来委员，哎，你好你好。赞啦，我赞啦。大家好，大家好。来，不好意思。屏东人盼望高铁延伸屏东已经非常久了。蔡总统特别关心整个台湾的建设，怎么样让西部高铁、东部快铁，让整个台湾轨道运输升级，整个台湾国力也来升级。今天我们到现场，要跟屏东乡亲报告好消息，也让交通部把规划案让各界知道。我们希望台湾大家一起以台湾为一个竞争单位和世界比，我们台湾一定会大大发展，占一席之地。现场有人质疑说地点设置不当，等一下我们都会详细报告。我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朋友，他们都很有水准，也很有修养，但不晓得国民党为什么会提名这样一个的人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这我就不了解。谢谢大家。欢迎我们苏院长。张永清，今天你一定都要在那个屏东，都是为了大家讲屏东的好消息来，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院长，还有各位委员。好了，谢谢马总统，谢谢，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为国民党加油来，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加油，马英九加油，马英九加油，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国瑜动算。各位，又听说南太平洋一个很大的岛国所罗门群岛马上就要跟我们断交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对外关系能够改善，能够恢复9·2共识，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外交走上坦途。大家说对不对啊？对。让我们感谢马总统的提点，相信韩总统上台以后一定会贯彻马总统的意志，对不对？各位，在我上任之前，请大家现场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要展现的是团结的气氛，再一次为韩国瑜来加油打气来，韩国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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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瑜，韩国瑜，韩国瑜，谢谢。好了，谢谢马总统，谢谢，我们是不是热情的感谢马英九总统这么辛苦的带领我们曾经国民党有非常辉煌的时刻，也为国民党再次加油来，国民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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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如果大家看到我吸毒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讲几个字。我记得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里面，康熙皇帝很生气，韦小宝就说：“我在扬州啊，我妈妈开妓女院讲话，生气的都会讲一句话。”康熙说：“我是皇帝，我怎么能乱讲话？”韦小宝说：“你说说看嘛，你说了以后你心情就好了。”康熙皇帝说：“说什么话？”韦小宝就说：“他奶奶的，他奶奶的，他奶奶的。”所以明天开始，各位凡是看到抹黑的，还有所谓电视名嘴，绝大多数都是拿黑钱的电视名嘴。要记住，凡是看到拿黑钱的电视名嘴，凡是看到假民调，我在选高雄市长之前，多少民调都说我输啊，每一个在电视上
道貌岸然，不管是阿猫阿狗，全部都说韩国瑜稳败的，假民调满天飞，结果赢了15万票。所有的抹黑的新闻，韩国瑜吸毒的，韩国瑜包小三的，韩国瑜乱七八糟的，大家学一下康熙皇帝那句话什么？各位乡亲，各位兄弟姐妹，我真的想讲一句话，他奶奶的！